一个情况要跟你谈一谈。我准备让韩刚啊放弃这次高考。哎呦，那怎么行啊？爸，我要高考。韩刚家长，韩刚可是个好苗子，你不能轻易放弃他的前途啊。眼前我有2个坎儿过不去了。老家老人病重了，急需花钱，他就是考上了，我拿什么去供他上学？第2个就是公司现在正在招工，这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，我想让他赶快就工作吧，帮帮家里头，一边学习。韩师傅，我理解您的心情，但是韩刚的高考，您一定要再慎重的考虑一下。是，我已经考虑很长时间了，想了很长时间，我也是不忍心，但是没办法。可是韩刚是我们全校的尖子，他是第1名啊！韩叔，您就让他考吧，他一定能考上大学的，肯定的。但凡我能迈过这个坎儿，我都不好意思来这儿，真是过不去了。就这样吧，老师。爸，我还上课呢。走吧。出事儿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我爸去学校找我哥了。他到学校找你哥干嘛呀？好像要钱的事儿吧？你什么也别跟我说，赶快把钱给我要回来。钱我交报名费了。不是你到底还是报了啊？对啊，我是报了。我不是都跟你说招工的事儿了吗？不是不让你考了吗？你赶快把钱给我要回来！爸，钱肯定拿不回来了。准考证我都拿回来了，你看。爸，我求你了，你就让我考了吧。把钱给我换回来啊！我去。爸，你撕的是我的理想，我的前途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要考大学，跟你当工人有什么好啊？爷爷病重了，你没钱；上学你又供不起。怎么回事啊？妈，他把我准考证给撕了。人的其他同学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考大学有出息，我能有这个出息，他却把我准考证给撕了。干嘛把孩子的准考证给撕了呀？不就是给他爷爷寄钱吗？他把那钱买了准考证了。钱是我给孩子的，你跟孩子来什么劲呢？来什么劲？他爷爷来电报都快死了，我得把那个钱拿着去买车票回老家一趟，不是吗？那你也不能撕我准考证啊！你作为一家之主，连看爷爷的钱都没有，你还有什么脸面安排我的前程啊？嘎子，你好像觉得我给家里添了负担，我是要替你改变家里的命运。嘎子，说什么呢？妈，你别管，我不想像你这么窝窝囊囊活一辈子。滚！滚！你还是我亲爸爸？我不是你爸。
孩子呀？你姓什么？给我出来进！刚子，刚子，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跑这儿坐着来了呀？还疼吗？啊？打没打着耳朵？行了，行，别难受了，别怨你爸。他也是心里边着急，你爷爷那边肯定又病得更重了。本来你爸还想指着这钱回老家呢。你想啊，要是这辈子你爸就再也见不着爷爷，那他心里得多难受啊！我以后没他的这把。瞎说，说这种话太混了。快回家，啊！我不回家，我不想见他。行了。不在家，你爸已经回老家看你爷爷去了。快回去吧，啊！回去咱还得赶紧复习功课，考大学呢。准考证都没了，考什么大学啊？甭管，妈有办法。快听话。哎呀，快起来！一模一样。刚子，你看，爷爷他，你坐下，我把情况跟你说说。不怪我，要是我早点把钱寄过去，早寄也没用，岁数大了，病呢又重，救不了。下葬了，除了寒酸一点儿，其他的都挺顺利的。我怎么不把他奶奶接过来呀？奶奶死活不来，他说来了，白天上学的上学，上班的上班，家里连个人也没有，晚上房子又挤，不来就不来吧，那边习惯了。就让那小子考吧，让老大
这是他爷爷留下的话。他爷爷这个人，我最知道的。爸，我就不瞒你了，刚子正考着呢。考就好。不姐快回来了，那就先别告诉他爷爷走了，那会儿考完试再说吧，免得他分心。那我给他们做饭去。